講到這個中東戰爭繼續影響到石化供應鏈，那要物件攏無塑膠袋通用啊。經濟部表示講，若陣商款有欠這塑膠袋啊，先由商款的組織來統整需求，甲這欠貨物件呢，交予這商業署來評估，會甲這附近的店家先來調貨，若陣是攏大欠貨呢，就直接來甲這製造商落訂單，直接來生產。另外，進前呢，和這民進黨立委張嘉賓點名涉嫌佇咧操控塑膠有粒仔的市場介紹，即個台塑石化，檢方查至以證人的身份約談到台塑化5名高階主管，信後是請回。那台塑和台塑石化進前就發布到這個聲明，強調講是市場的因素無敦貨情形。來到菜市仔買菜，大家手頭攏掛幾下個塑膠袋啊，受到中東戰事影響，塑膠原料起價，對塑膠袋啊使用量上大的傳統市場來講，影響不利啊大。大商指出，較早休困收大了後，塑膠袋啊攏會直接留佇搭頂，即擺全工收起來，隔頓工做生理才閣提出來。我以前不會收起來，我現在就要收起來，因為太貴了。哎，太貴了。像這種就剩下也買不到了，透明袋就買不到了。你說透明袋買不到？這種買不到了，對。現在我們的貨量都是用分配的啊。他會不會有時候聽說叫不到貨或者？當然會啊，因為現在都缺啊，不管是哪一家都缺啊。一句攏欠貨，就知影民眾心驚驚，甚至連台北市專用的糞掃袋啊，也有民眾咧搶貨。對此，環保局愛民眾免煩惱，目前出貨攏正常，未有起價計劃。經濟部也進一步說明，目前台灣兩大通路，小800貨含政府5金攏有庫存，量是有夠的。假使講真正有店家買無塑膠袋啊，會當由商款組織整理欠貨的產品含數量，交予產業署來進行初步的調貨。以商圈或者是個別市場為單位，前期需求表給我們會看一下它的那個量，能不能再從這個通路是不是可以直接媒合他們去購買。如果還是有問題，我們就是這個製造商那邊是不是在能夠協助再來供貨。在頂油原料供應方面，中油已經在4月初2啟動4輕開爐運作，預估每個月會當增加1.9萬噸一期，大約會當生產3.4億個塑膠袋啊。對源頭解決，希望在短時間之內解決塑膠袋欠貨的問題。記者李亞專林旭凱、趙君豪台北新聞報道。